看于大哥的老婆。对，小萍姐嘛那个小。萍姐超厉害，她每一次都会直接这样，拍过的时阵爱蹦一下，爱蹦，有没有？教育的震撼。示范一下。雷蒙娜，我求你醒来吧，雷蒙娜，求你醒来，雷蒙娜。我求你拿什么？你真无礼貌！好笑物件就是讲吼，内底红烤啊买笑。阿母，我等来啊。你是死去？我哪有死去？我无死去啊！我听我啊！我你痛啊！对啊！阿母，唔是，妈你啦！阿母，我紧啊！阿母就是阿母咩？阿母就是阿母我紧啊！阿母就是阿母就是。恭喜台语台每礼拜六暗时8点，请收看台语歌上阵。